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新竹的东大路一间轮胎行，去年的6月火烧厝，嫌犯陈彦祥放火害死家己的某囝甲妈妈，总共8个亲人。但是伊到即摆也唔肯承认家己的罪行。检警讲，陈彦祥因为欠人钱，常常甲厝内的人口角。东港因为洗碗的问题，佮甲妈妈冤家，竟然是激气放火。新竹地方法院认为，伊抢大残酷，造成重大的伤亡，有甲社会隔离的必要，所以甲判死刑。判他死刑，那我们就是觉得司法还有希望，就是对我们觉得真的很高兴。家属听了嫌犯被判死刑，总算抛放积伫咧心肝内万分。很安慰，谢谢法官，谢谢检察官。去年犯新竹车辆行8死案嫌犯陈彦祥无尽放火害死厝里的人，不过伊自头到尾就是无新增犯案，叫法院千堂压失败。检方认为伊因为家内输的放火出水，犯罪处罚暂轻。新竹地方法院今日将伊以杀害亲属罪判死刑，一世人体大公权。认为有剥夺被告生命，使被告永久与社会隔离的必要，故量处被告死刑。去年6月19日，新竹东大路的联合行火烧厝，火烧个真火，甲铁片厝炸落北，2层楼全部拢被烧掉。当时厝内底还有8人，消防队员全力拍火，嘛是无效。当时陈彦祥爸爸伫咧1楼发生火灾，赶紧走出来。伫咧2楼，陈彦祥的妈妈、太太含3个救囡仔，佮小妹大嫂加上火大孙仔，8人拢叫小死。陈彦祥放火了后走出来，身躯顶嘛红烫着伤，当场叫警察抓起来。气哦，你怎么会丢？你说谁丢气哦？一名烧死厝里的人，陈彦祥的大兄嘛唔敢相信，一场大火，互家己无法度佮含无件见面，亲人过身，厝嘛风拆掉。爸爸看到过去捌流的滚滚的厝，即嘛变作火，想到都唔甘丢丢。即马陈彦祥被判死刑，卖替家己所做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